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初4，箴言16章18到19節安尼講：驕傲是失敗的大先，自我的心就是跋倒的大先。心謙卑甲順從人相較大，贏過甲驕傲的人相較分所搶的物。相較來祈禱，愛願無驕傲、心謙卑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權至聖的全能上帝，你是至真至疼的慈愛天父。主啊！願滿心感謝甲學習你的偉大奇妙。你創造了天地萬物，你掌管着宇宙萬物，你的智慧無法度測度，你的權能達到強強。主啊！我們來高舉你的名，主啊！願一切的豐盛，攏是你所賜，毋是出自家己的牛。求你互阮知，着無驕傲，心謙卑來領受你的恩，因為驕傲是失敗大先，自我的心就是跋倒的大先。心謙卑甲順從人相較大，贏過甲驕傲的人相較分所搶的物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